上海女孩邱红雅16年前远嫁到云林伦贝，因文化差异一度难以适应，但个性坚韧的她积极融入在地生活，更以客家花布结合拼布，展现好手艺。刚过来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婆婆是客家人，那么我要去慢慢去融入他们的那个在地文化。对，然后我平常也很喜欢做些拼拼接接啊，做些自己的手工艺品。从都市到乡村，日子久了，邱红雅也渐渐爱上这宁静淳朴的生活。嫁来云林已经16年了，住乡下比较习惯，那种哈卡关。当客家花布遇上蓝山，将客家元素重新组合，让传统服饰有了全新的风貌。对，那个客家花布里，然后这设计出那个蓝山出来，现在也蛮多人认同的。一针一线认真投入，纯手工的盘扣制作更是全凭经验。是你这手的力度，手的力度很重要，因为这个慢慢去收，慢慢的去调整它。巧思加上巧手，精致的作品广受欢迎，也因此为邱红雅开启另一扇窗。把她的这个手艺呢，就是可以再融入在地啦，而且呢，也可以创造一个经济的一个价值。漂洋过海，落地生根，16年的努力，邱红雅早已成为道地的伦贝客家媳妇。上课喽！吃种哈卡关，吃种哈卡关，吃种哈卡关。